各位早晨，今日係12月12號星期三，歡迎收睇香港早晨。早晨時間，早晨嘉怡，今朝天氣點啊？大致多雲嘅喎，稍後咧會有一兩陣雨。朝早天氣清涼，日間最高氣温大約係19度，吹和緩至到清勁嘅東至到東北風。稍後咧離岸會吹強風㗎。展望未來一兩日咧，氣温會逐漸回升。週末期間天氣係潮濕同有薄霧。睇下今朝嘅新聞提要，詳細內容。一個深圳龍崗區政協委員同一個外省人大代表涉及龍崗區一宗卡拉 OK 打人鬧事案，事件中5個人受傷，警方拉咗4個人調查。各位早晨，紐約股市承接近日嘅升勢，科技股受到追捧，帶動藍籌股連續第5個交易日上升。各位早晨，時間嚟到7點鐘啦，先講講天氣，預測係大致多雲，稍後有一兩。各位早晨，時間嚟到7點半啦。早晨時間，早晨嘉怡，今日又有翻啲雨喎。係啊，咁啊大致多雲嘅喎，稍後會有一兩陣雨㗎。各位早晨，嘉怡早晨，早晨時間。今日天氣一般喎。係啊，咁啊初時都會係大致多雲㗎，朝早天氣清涼。各位早晨，時間嚟到8點半啦，先睇下天氣，預測係大致多雲，朝早天氣清涼。聽朝再見啦，拜拜。